各位觀眾好，歡迎入嚟收睇義話頻道。今日就係8月7號嘅星期五，咁陽光普照，天氣依然幾好嘅。響呢度又同大家傾下兩個話題先。一個平民去挑戰一個有財有勢、有家族權威嘅人，其實係一件非常難嘅事嚟嘅。分分鐘嘅後果真係不堪設想添。大家網友們，你哋又夠唔夠膽去咁做呢？早前嘅約佩安心情色事件，嗰位潘同學就自稱話係由佢親自研發出嚟嘅。香港同好多外國嘅研究機構都諗住頒個獎俾佢作為嘉許噶啦。曾經呢位潘同學更加接受過電視台出鏡嘅訪問，當時睇諗到佢接受訪問嗰個樣，得意洋洋、意氣風發，正所謂嘅一招得志、語無倫次、自吹自擂嗰個樣，其實睇到真係有啲乞人憎嘅。不過喺呢個時候，突然間又殺出一個所謂嘅吹哨人嘅鄭希林小姐，佢就攞咗好多數據同追查詢問咗好多嘅有力證據，好大膽咁出嚟踢爆，就話呢個所謂嘅約佩安心系統程式根本就唔係嗰位潘同學親自研發出嚟嘅。就話佢根本就冇咁嘅能力，更加質疑緊有人喺度講緊大話喎。經過一輪嘅爭議之後終於揭發咗真相呢，就係原來呢位嘅潘同學嘅媽咪係用錢出去揾外國某啲研究人員研發出嚟嘅。只不過呢位嘅所謂潘同學就攞咗嚟去呃人，就話當係自己研發出嚟嘅啫。終於呢件事情踢爆咗之後，所以嗰位潘同學就即刻話放棄晒去攞所有嘅獎項啦。梗係啦，你咁樣呃人，耀武揚威，鳩咁撚串。點知而家衰諗咗啦，俾人踢爆咗，即刻就龜縮閃撚埋啦。不過呢位鄭希林小姐踢爆人，亦都接受咗一啲嘅後果。佢又受到某啲權威人士走去報復式指控佢。話佢涉嫌未經某人嘅同意公開某人嘅私隱資料，造成某人嘅傷害。其實傷害到某人啲乜呢？係咪搞到某人冇撚晒面咁嘅講法？事件搞到要去由警方處理添，兼且拘捕埋呢位鄭希林小姐。不過就一直俾佢保釋等候調查嘅。好撚好彩啦。琴日終於俾警方無條件咁釋放啦。可能揾唔到足夠嘅料去叉住佢啦。不過就咁唔知某個嘅權威人士會唔會就咁放過佢呢？咁又睇下點啦，將來。不過暫時都戥呢位鄭希林小姐開心嘅。好啦，跟住又同大家傾下嗰間所謂嘅尖沙咀大富豪舞廳事件啦。上年呢間大富豪舞廳好撚巴閉，好撚高調咁走去開張，可惜唔夠2個月就接撚埋咗咯。聽講就好似話係因為管理高層同內地嘅股東
咁啊有啲啊爭拗啊，大家嘅意見啊唔諗同啦，或者係利益衝突啦，所以就宣布咗暫時停業啦。不過最近咁就曾經有份投資嘅一位內地嘅姓楊股東，就谷諗住條氣，再去抌多一筆錢落嚟，就親手接嚟啊，就話自己啊走去營運喎。咁啊諗住啊就響8月頭啊再重開，重新啊再開張做生意嘅。不過佢就踢走晒之前嘅所謂香港人嘅管理層班底，咁啊逐啲可以講叫做所謂嘅香港陀地睇場啦。咁佢就用翻自己啲管理層，唔知係咪佢啲所謂大陸人管理層啦。卒之啊，臨開張嘅前夕就俾人淋紅油喎，唔使諗都係俾佢踢走嗰啲，俾佢踢走咗嗰啲陀地做噶啦。其實喺香港啊，搞呢啲稍為偏門嘅生意，所謂嘅睇場同埋陀地費，真係要好好咁去搞清楚啦。因為始終都係關乎於香港幫會嘅利益問題。不過呢間大富豪舞廳嘅卡士，都係應該係招呼啲稍為有錢啲嘅上流階層人士㗎啦。飲酒、唱 K、坐女，有興趣嘅就買埋條女嘅鐘，即時走去開房搏嘢咯。其實都係咁嘅形式㗎啦。營運嘅手法都應該係咁㗎啦，唔會點變嘅。不過價錢一定唔撚平㗎啦。所以我哋呢啲咁嘅低下層嘅人民都係冇乜可能幫襯佢㗎啦，都係走去玩翻啲平平地嘅1樓1大媽企街樓上嘅斜骨算數啦。因為呢啲都係覺得適合自己去泄慾同埋出火嘅地方嚟嘅。咁好啦，咁呢條片就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記住喎，睇完片嘅朋友就記住要俾翻個 like 我。多謝晒你哋入嚟收睇我嘅網友先。響呢度暫時又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咁下條片再同大家吹下水傾下偈，講聲拜拜。